你係咪曾經都試過報讀過好多課程，用過好多唔同嘅 EA， 但係隻隻都賺唔到錢，搞到心灰意冷，冇晒信心。花幾萬銀買隻 EA 返嚟，一係複雜到根本開始唔到，一係玩冇幾個禮拜就中伏爆倉。一次係咁，兩次又係咁，試問仲有邊一個敢信第三次？所以我哋唔係叫你信，我哋叫你試。我哋隻 Midas EA 有市場權威 MyFXBook 公開認證運作超過4年以上嘅示範倉 ，EA 收益超過6倍，數據全部公開。唔信你可以自己查，呢啲唔係我哋講嘅，而係由第三方白紙黑字寫住嘅。你之前買嗰啲 EA， 一係就 show 啲所謂嘅賺錢出金截圖，一係就 show 啲只得幾個月貨仔嘅 demo 倉交易記錄。佢哋有冇公開數據？佢哋敢唔敢公開數據先？而家 Midas EA 推出體驗價，只需要港幣688蚊，俾你玩足30日。兩隻王牌 EA Midas Go 主打黃金 ，Midas Trade 專攻外匯，30日夠你睇清睇楚隻 EA 究竟得唔得？688只係你之前買嗰啲 EA 嘅零頭都唔到，仲有7日冷靜期退款保證。你既然俾得其他人機會，今次不如俾多一次機會自己。撳下面條鏈接，688 30日見真章。都係嗰句，我哋唔怕貨比貨，因為真金不怕紅爐火。